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利。今日呢條係坐車片，等一陣就會行香港嘅屯門公路。我自2012年開始經常去屯門，2014年仲買埋樓搬埋入去住，直到2021年移民去台灣之後，先至暫時告別咗屯門。所以坐巴士經過呢條屯門公路，應該都有1000次以上，對呢條公路嘅沿途風景都好熟悉。呢條影片喺2024年11月拍攝，嗰日去屯門辦啲事情，辦完事情坐60號 M 返荃灣，大家一齊欣賞下沿路嘅風景啦。如果翻上去我死，因為有人咁樣坐一坐，跟住可能係我仲識電掣嘅，頂喺咁摸個褲頭，跟住係咪喺個袋度咧？信報袋，然後我真係就。咁啲上接近地下啦，我一諗住，幾多關事？跟住突然間仲有3朵，跟住我真係，因為我成日放袋，填一盒食飯嗰陣時又係，漂流教室好似都30年前。行咗出去一次，唔止呢個就，好似有翻轉頭，再出嚟係冇醫生喎，下一站係屯門公路轉車站。The next stop is Tuen Mun Road Interchange。下一站是屯門公路轉車站。